安。真感谢，真欢喜有这机会来讲甲大家分享吼。可能咱大家知影有一个叫信望爱，迄个网站吼。我爱迄啦，我连遐小的先无手好做哦。了后因本来拢做华语的嘛吼，我台语去甲伊接触啊，感谢上帝恩典，就是讲伊嘛愿意开一个叫台语信望爱吼。煞了后，佫有一个客语信望爱，敢有客家人？大包专门做客语的啦吼。过来就是讲双连教会做盲人事工吼，所以嘛有一个迄个盲人点字的迄个网站，因为即个双连教会做礼拜。每工差不多拢爱印20份迄个周报互因，所以爱有圣经，爱有圣诗，因拢靠遐网站登录落来吼。真感谢上帝恩典有这事工吼。我今仔是要特别讲，因为迄个全民台语圣经协会了后，可能有几位已经有这个全民台语圣经吼，就是甲迄下门话拍起个圣经改做咱台湾的台语啦吼，迄已经完成啊吼。即个新华网站足甘心，就是讲咱即个有台语。咱以前拢放伫华语内底，拢发出尾啊吼。这全民台语圣经即个网站是专工为咱台语的圣经即个来做的啦吼。我这个内底有一寡遐迄个资源吼，我是讲甲大家分享一下。迄个网站，咱即个报告内底有吼，叫 CTV， 就是 Common Taiwanese Bible.FHL Faith of Love.net 啦吼。咱就我会去讲有写出来吼。Common Taiwanese Bible， 咱即个台湾语台语吼，伫国际上人拢讲的是闽南语啦吼。咱才要用这本圣经要互世界人甲改变，这是台语，毋是闽南语吼。所以咱拍 CTV.FHL.net 吼，入去第一档的。所以咱圣经因为足一种版本的吼，所以咱去读圣经的时候，咱到底是要用啥来对一个版本吼？这确实还无一个确定，牧师伊嘛毋敢讲，咱就爱对一个版本啦。但是咱嘛会当各种版本对照来读的时，咱就会继续了解上帝的话啦吼。所以就是讲信望的网站，即摆伫基督教的网站内面，针对大家足爱用的，就是讲阮有即个功能吼。你若要规个印出来，嘛会当搁另外一个功能，你就总印出来吼，各种版本的语言。尤其咱历来用着要用迄个汉字啦吼，用迄个英语的要斗阵的时阵，会当安尼来印的。所以咱了是看咱就分全民台语圣经传罗，传罗就是地位字过来汉罗汉字插罗马字的搁有一个迄款的汉罗鲁语版，就是讲汉字面顶原来有标罗马字，互你读啦。因为即个汉字足歹就是讲一人读一款但是伫咱台语，咱有特别的迄个读音所以即摆以前咱这是分去巴克列遮吼，所以有巴克列原来到迄个巴克列汉罗，伊本来地位字，但是因为台湾受到国语教育、汉字教育，所以阮家拢改作汉字罗马字。就是讲有目前用的汉字咱留地，无汉字的唔好去做字啦我互你的互用互相的互迄个互相的意思较好，佫无改。所以咱迄个就用罗马字啦即摆台湾的书册是安尼甲一份相像一份内底伊汉字无会共款，用迄个一份啦。过来就是华本，伊个英语的无啦，咱就看，KTV 就听见出啦过来 TVB 就是啥 TVB 种的英文的ASV 啦过来有原文，你若晓原文的，是伊要来文的，也是其他拢会当对照。72字就是讲迄当时迄个希腊文甲翻译NIV。哇，这个NIV 是问题就是 copyright。伊唔肯我用，但是你来参加阮的工作的题目就是我过来韩文嘛有，过来越南文，越南你啊上济，因为越南新娘来台湾足济嘛，教会拢做这时间越南文嘛有，中国文嘛有，日文，这就是无 copyright 原理原用的，我拢会甲你。分新了甲旧了，新了甲旧了，你就是讲你要爱的你就是加。所以你若打过了，
伊就会排出来互你读啦吼。所以你若选这个叫做表格，哦，这有足侪种嘛吼，表格啊有整段，整段就是讲你若讲三种语文英语，哦，你若 OK 我袂晓用。你若要台语、要华本、要英语斗阵，你就照这个整段的吼，伊就安尼照迄个顺序排，每一个咱咧排落来吼。下当来看，啊，阮新了较主要，啊，你要来就专家，哦，啊，创袂出来吼。你若把这个圣经，你会足侪台语袂晓读哦。把这个圣经你选袂了，是上正边，迄边吼上边有一个功能，就是读经。读经，你甲点落去，迄扎个圣经一节一节会读互你听啦。哦。啊，伊当时因为迄个闲话吼，啊，阮迄个有人讲你个台语太较歹听，啊，所以我暂时袂晓。专门台语圣经，或者有后头哦，伫正面遐。啊，罗准义导读，罗准义牧师，伊有将所有的圣经，迄个66本圣经，伊有迄个总共几本，15本啊几本，有出迄个解经啦。啊，遐解经无拢北家去写啦，我讲你逐个人看。买有大人读，啊我有功夫嘛，啊华语饲落规个甲解做台语，所以你若要读即节个迄个罗俊义老师的导读，你根据导读你就更加了解嘛吼，啊所以甲点落伊就会出来你个电话个啊，即个罗俊义导读，啊过来读经是会先诶，导读。哦，伊就一直拢罗俊义嘛，所以本来拢北江语。哦，我讲你变中国人啊吼，啊结果，但是我规个甲解做台语来读啦，咁我趁落来台语吼，啊结果都转来，啊过来读经的位啊，因为有个少年的吼，伊嘛是讲汉字袂晓读，是台语袂晓读，你伫读经的位爱就学读经。哇，这个哦，这款本来是为着帮人做的啦吼，啊就讲赶快听咱嘛有水啦嘛，啊最只挂来这个，一节去切出来哦，一节就 OK 了，等于。哦 ，OK， 我都听了，可以都可以不讲。所以这样就是讲你选的有影吼，你要安怎？啊，迄个第一个条例就是迄个咱伊会一节一节安尼排就对啦。哦，恁有时间爱去试吼，这。啊，过来我要讲的就是下头这，我常常有这物件出来吼。咱迄个先讲注量，先为后壁多提个吼注量。咱圣经内底足济啥物写客咧，啥物字啥遐个单位啦吼，遮。吼，啊，所以你甲凊彩选一个吼，选一个是讲即个一张吼，咱讲圣经讲一张到底偌即个一张只个拍一，拍这拍一咧 ，OK 拍一，哦一张等于迄个啊甲迄个出迄款个计算计算的位啊 ，OK。一张就是几针，就是几支几针偌济，啊啥物按了一个，迄个是定啥个，是定，这拢出来，所以你袂知影有迄个概念啦吼。这我感觉咱会使充分来利用嘿，充分来利用吼。啊，其他阮有分容量有写会写，嘿 ，OK， 啊，你先搁讨论咧。OK。啊，即嘛台语即个汉字甲迄个华语的对调吼，因为真侪人咱拢受华语的教育吼，所以你会当甲华语叫做啥个吼，啊去查台语的迄个意思，啊是台语抄啥个，会当查华语啦。我是想大家等于咱有来一起哦，就是有即个功能啦，就是台语专门台语圣经内底用的台语，啊，甲咱现在台湾的遮台华语。意思的对照，吼，互咱迄个，尤其少年时代吼，辅助转来。啊，咱迄个第四甲第三吼，因为即个台语的这个人名地名吼，
拢甲北京语直接甲做代替啦吼。明明人是耶稣，啊你甲做耶稣，按讲是耶稣，袂得甲讲啥？伊耶个是足正常的语嘛，甲原文共款啊。啊问题你甲开做代语的时变雅国去啊。所以遮阮这个团队就是决定讲把所有的人名地名，要甲伊正名运动倒转来照原文的发音啦吼。啊，这个有一个对照表，哦，你请来点一个。因为这新妇要合的文差听的哦，啊，这圣经内底我就印咱这，敢新了的部分我就印出来啊吼，伫圣经单本，啊，就剩下就咱拜托来比较啦吼。你要原文嘛会使，要汉字要写的吼，你家迄个字拍咧，本来原来把这个标字是啥？啊，你试落这专门的改做啥？哦 ，OK， 时间你看咧哦，我先介绍安尼。啊，过来即摆我有这拄则讲遮拢共句啦吼，我了一个参考的册啦，哦，这第一个这个圣经解说学吼，这是迄个中原区因顶年吼，请迄个大神的教授叫电鸟阿当子，伊去台湾教迄个圣经解说学啦。咱若有即个概念是，咱去读圣经足容易了解啦。啊，若无复杂读，啊，即摆这本来讲啊，迄本来讲啊，啊，原来就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版本拢有伊个背景嘛。哦，啊，伊这拢会解说啦吼。啊，伊有出册，啊，迄个册是华语的，啊，佫绝版啦。啊，所以我来讲诶，我来甲伊介绍台语吼，我随甲都 OK， 介绍台语诶。啊，即摆我已经创到第5章啦吼。啊，这样就是讲，我有一个版，一个软体就是华语的文章打了，规个变台语啦吼。啊，这罗主任牧师摕完2个月，甲创好一件一条咧，哦，啊，这工夫拢足好诶。啊，我遐开信望来拢甲配合拢开发这工夫，因为认证落来你73岁啊，你爱找接班人啦吼。其实我10年前就开始找啦，啊，足侪接班人拢讲笑咧，讲好，啊，等于无用，佫无去啊。啊，这咱这认证咯，现在再甲我讲啦，我即摆退休，我要转去台湾啦吼。啊，即摆就是讲信望的网站，因遮啦，即摆传统面的要透过网络传统面，因敢若会晓华语，伊虽然台湾人台语了，啊，拄着我甲合作错遮啦。啊，了后是足济啊，要开发工作者需要足济会负责会晓电脑的人嘛。伊讲你嘛找一个台语会晓，啊，台语会晓，即种台语会晓，拢是9岁外啦，足可怜的，种好9岁放弃台语啊。哦，这咱即摆开始，即摆有物件出来，渐渐会佫游倒转来啦吼。啊，所以是个说咯，啊，希望大家来参与，是让咱的母语会当佫保存落来吼。所以遮咱有时间就先去读吼。啊，即摆我要告大家知就是讲，吉米卡特伊有出本书，叫做366天甲吉米卡特共同研究看过这本册啥？因为咱要了解上帝迄个话吼，伊每工的研究足重要。伊将伊做出去落后，像吉米卡特是总统嘛吼，咱知影吼，伊出面就是有一个人，伊讲连对咯，伊就拢足支持我这个思想嘛。伊讲吼，咱台湾人嘛，爱鼓励大家每一个人爱有灵修嘛，伊底底啊是听，哦，啊有圣经册，啊有伊个见证，啊后壁有祈祷安尼吼，啊足好诶。啊伊甲伊向我讲，我奉献1万块。你去甲我创一个台语版就对了吼，我足感谢的哦。啊，伊讲好啦，迄个就钱就起来了吼。啊，所以我才压力足大啊，我才要开始要创咯。啊，即摆圣经即个下文话解做台语已经一个解讲好啊，吼，含全罗版嘛拢出来吼。啊，即摆过来就是爱等迄个周鸿的牧师伊有建议讲，咱的圣经一直伫update啊，吼，咱。NIV 变做NIV 遮个啊！啊，台语圣经要停留伫8个1933年的迄个下文化圣经啦吼。啊，所以我讲所有遮个工作，我就是讲感谢上帝，我有遮个电脑啊，甲新闻来配合，有遮个工作当去做啦吼。啊，剩来恁来迄个圣经要安怎开门咱甲恁牧师的责任啦吼。啊，所以伊怎有来伫考吼，真感谢上帝，就是讲超清文牧师伊退休。啊，伊来做即个反正历史就一下开始去考啦。啊，叫我生活较简单。啊，但是你考之前，哦，上帝嘛讲你袂使用，啊，就开始完做这个工啦吼，做即个圣经的路，甲即个吼，
啊，即摆，即个关键听我吼，大家老厝边拢欢迎来参加啦吼。你来做的时，你就要向心，足济你看无的，外面有 copyright 的，你去遮拢看无来。可能无啥时间，搁5分钟。到11:15。OK。啊，即个，咱来看一个人诶，就跳票哦，即个有要个，即个第三诶。咱现在拍一个迄个，伊个拍后壁来哈嘛，啥？你讲要看要罗马字也是要这个你要拍汉字，就是较方便。台语汉字你后壁来哈。台语也听。嗱，我有开发一个输入法咯，叫做台语客语迄个输入法。哦，真侪年纪较大牧师，甲我拢变做好朋友，就是伊袂晓播。啊，但是我即套出来了后，伊拢会晓哦。哎，所以这话到上帝你安排，就是讲我因兄伊后对圣经咁样，拢伊拉会坐咯。啊，我就透过网络甲创嘛，即个做咱笔画，你拍一个5，现在有一个笔画无？咱的汉字的笔画是5，你现在一个5嘿。OK， 啊，你甲search。OK， 所有的5个人一只哦。这汉字嘿吼，啊，即摆过来就是讲，这是专人甲改过来，照原文来读音。啊，原来巴克勒，伊甲啦，巴克勒甲啦，迄个啊，迄个 L 吼，伊就以色列有电脑，有约尼，有迄个撒摩尼，爱撒摩尼是旧了叫撒摩尼。哦，那个新了叫三模拟啦，哦，这问题。啊，咱即摆拢因为现代即个电脑哦，所以拢有法度甲重新甲创好势啦，吼。这样，哦，啊，这个就是讲，咱会当看迄边来文哦。除这幼发拉底油哦，幼发拉底油叫柏拉河嘛，吼。柏拉河。伫别个咧圣经也留伫啊嘛，啊咱即摆人拢叫约拉底哦，所有外语圣经拢约拉底哦，啊要签入伫啊嘛，啊反正大家你咪，咱就是爱解。啊，过来迄个希伯来文，啊过来原文的编号就是 strong number， 已经前面professor Dr. Strong 伊去甲圣经英语圣经的每一字伊的原文是啥？哦 strong number 毋知有滴用哦，你试落了，迄个原文足侪解释拢足侪啦吼。啊，信奉嘛，即阵来个时候，足拍着感觉这足有需要，所以因拢甲迄个英语甲翻做台语华语啦。哦，啊，咱遮台语会渐渐咧创吼，啊嘛是一寡字眼拢会画来吼。啊，原文的罗马字伊共款有罗马字嘛，足实的吼，迄个 at 吼，迄是乱码吼，我无迄个乱码，你这台电脑无迄个乱码啦。哦，赶紧。啊，过来日文，我爱创日文的原因就是讲，日文是。做外来语处理了上好的啦，哦，啊，所以我提出来大家，哦，啊，这2、3千个哦，一个过这资料是足无简单哦，感谢上帝，阮的听我大伫这间有会教我，就做这个工作，OK， 好来，过来，毋知我是可能有问题无，还是这样的哦，这个足好啊，因为哦，读圣经足困难，就是迄个人名甲地名。对，你看像。见到书画名去找耶稣，伊个名叫做少年人讲2箍猪母啊，你拢袂好势。这爱讲爱死讲吼，啊嘛是足侪人关注吼，就讲我耶稣足接近的啊，啊我若改做耶稣啊，家己个干嘛？啊，敢若耶稣，你若改做耶稣，我人不能讲叫耶稣吧吼，关键迄个小牧师拢甲我安慰吼，讲所有新的名无反对无正常啦。哦，啊，咱要运用咱家行哦，行一条正路，咱的后代唔好讲倒遐哩是，迄个读囡仔你靠大较不上手哦，多谢。咱多谢林长老的分享，咱看咱聊的时间啊，伊即几工来遮吼，啊，若有个一起使带现场。啊，
啊，我较希望就是大家爱英文啊倒转来，你用了有问题拢爱加联络啦吼。我有资料的，安尼咱再改进的。是对上我用上多是咧下骹无强，哦，啊，去哪？啊，要讲。我用上多是咧下骹啦，英文咧查询嘛，因为英文咧查询是计上好。我真系个人来讲，我上好。哎，这设计哦，就足厉害。我了解一个功能，就是讲你发现一个所在唔对，我甲创来规个100个、200个，做一改讲改，所以袂讲去念伊主要是3方面，治疗是3方面，这个问题就对啦吼。感谢上帝，互咱有这个科技吼，啊希望大家好好来用，啊帮助咱的信仰跟进步啊，更加在地会大家富啊。咱多谢吼。我是咱继续来咱今仔日讨论的朋友吼。